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积电、鸿海英灵基金会甲主济基金会共同捐赠的 BNT 疫苗，第11批87万剂，早起一透早已经顺利运到台湾了。啊，这个第13轮的疫苗，嘛伫今仔日开始来注，是来注 AZ 甲 BNT。台北市增加6个中型的注射站，互民众会当就近去注射。只是民众注 AZ 的意愿，哪像是降低了。记者实际来到注射站，一天是提供800个名额，但是只有无够300个民众来预约。意思是来提醒，讲未来这个边境要来开放，各行业要来复苏，疫苗注射率拢是重点的指标，所以也是请咱的乡亲爱踊跃去注预防针。互人安心的疫苗过来啊！第11批 BNT 疫苗87万剂，伫6点20分到台湾。小人说到位的 BNT， 和少年囡仔会使顺利注入第2针。第13轮的预防针今日开始就提供 AZ 甲 BNT 疫苗，头一剂 BNT 提供予12岁以上的对象，第二剂是18岁以上的少年人 ，AZ 头一剂提供予50岁以上民众，第二剂是18岁以上，总共是143万剂。是讲第二剂 BNT 的预防针对少年人来讲，有可能引起心脏发炎，那呢？少年人敢会惊，无啥想要做？会担心心肌的部分，是，当然是会担心，因为新闻上面总是会看到很多新闻嘛。但是我只保持着，反正会遇到就是会遇到。毕竟疫情已经快要2年，现在至少有疫苗可以出来，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一份心力，这样。就是上班大家都要打疫苗，因为毕竟我们接触人是做美发的，就还是想说要打疫苗比较好。第13轮为了让民众更加方便，台北市即摆加开中型的注射站，社区型的活动中心负责注 AZ， 甚至今年一天就加开49岁以上民众注文头一剂。本来估计讲现场会有真侪人来注射，不过到现场一日看无偌侪人。量能的部分，早上可以施打300到400人，下午也是可以施打300到400人。那预约的状况这一期并不是非常踊跃。早上大概预约了140左右，那下午大概预约了106位左右。医生只有讲可能是民众烦恼有副作用，也是讲民众一即摆疫情有较回，对着注疫苗免搁遮紧张啊。不过无论是倒一种理由，国门开放以及复苏各行业，这个疫苗注射率是重要指标，嘛是国际趋势。提醒乡亲无论如何，爱赶紧去注预防针。